真济庄凯是大人早年结婚时无穿过新娘衫，嘉义县水上南靖社区发展协会为着予阿公阿嬷圆房，邀请阿嬷来穿新娘衫，阿公穿西装来行红地毯。咱年轻的囡仔拢有点吧。平常时啊，无咧化妆，囡仔拢有化妆啦吼。活动内底上年会是93岁罗无挑，含90岁太太罗永盆，两人结婚已经70天，同齐行红地毯，感情是长甘蜜天，嘛互边的人是看甲介欣赏。创造这么欢乐的一个上午，嘛互这阿公阿嬷。会当讲生活来真欢喜。洪忠良讲，家己惯用真济时大人一世人为家庭拍拼，办这个活动对阿公阿嬷来讲真有义气，嘛感谢社区促成这摆活动，让大家感受到甜蜜的气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